上一集我们说到了一个日本人在老挝开的一家抵押贷款公司，很多人听说3%的月利息，非常惊讶，认为太高了，是高利贷。那我接下来就说说中国人在老挝开的钱庄。看我今天视频的朋友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不要惊掉了下巴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老挝非你所想。老挝这边的中国人钱庄基本都是地下钱庄，大部分都是没有合法货币兑换手续的，更别说对外贷款了。甚至他们的营业执照里面都没有金融类的项目，大部分都是注册投资公司或者某某商贸。虽然说这些地下钱庄都没有正规的手续，但是他们的利润却非常可观。大一点的钱庄一年的纯利润过千万不是神话，小一点的钱庄一年100-200万也很简单。但是这里我说的是那种专业做钱庄的，不包括那些小店顺便兑换货币。那下面我们就简单的说一说这些钱庄的赚钱方式。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货币兑换，因为老挝通用的法定货币有老币、泰铢和美金，另外我们中国人一般还会用到人民币。钱庄一般都提供这4种货币之间的兑换，通过这4种货币被不停的买进卖出赚取差价，特别是货币涨跌不稳定的时候，这个差价就更大。特别是每年的年初和年底，比方说年初的时候，很多中国人来到老挝，他们带的是人民币，他们想换成老币，那时候的老币价格会普遍提高，人民币被人为的压低。到了年底的时候，很多中国人要回国，他们就会把手里的老币、美金、泰铢换成人民币，在这个时候，人民币的价格又会被人为抬高，所以大家一般看到在年初和年底，那些专业做钱庄的人都不会回国。还有就是有一些做钱庄的老板，他们会找1-2家比较大的中国企业，这些中国企业发给工人的工资一般是美金或人民币来计算的，所以每到公司发工资的时候，这种公司都会大量的兑换货币，甚至很多公司跟钱庄比较熟了以后，他们会把大量的货币存在钱庄。这种公司在兑换货币的时候，可以拿到比较好的汇率，钱庄又可以利用公司放在这里的资金来做自己的生意，可以说是双方互惠互利。前面我说的这一种，一般是纯粹的中国人开的钱庄，他们的业务主要就是货币兑换。接下来我说的第2种钱庄，一般是跟老挝人合作，或者是夫妻双方有一方是老挝人的。他们除了正常的货币兑换以外，他们还对外进行抵押放贷，一般都是抵押房产或者土地证，一般抵押贷款的金额都只有房产或者土地的1/3市价，而且都是先过户再放款。这里大家应该就知道了，为什么说是跟老挝人合作的，或者是夫妻一方是老挝人的。因为中国人你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土地过户到你名下的。这种抵押贷款一般起步的月利息都在5%左右，甚至最高的有10%的月利息。你们没有听错，我这里说的都是月利息。当然有人说这种高利贷有谁会还得起？这就是你们不了解老挝了，还是有很多人还得起的，当然还不起的也有很多，主要看你这个钱拿过来是投资还是说赌博。老挝借款的利息高得无法想象，其实老挝也有很多投资项目的利润同样也是高得无法想象。要不是这样，就没有人去拿土地抵押贷款了，他们低价卖掉不是更划算吗？节目的最后，我们还是一起来学习几句简单实用的老挝语口语吧。抵押 giảm 土地证抵押 giảm
摆搭顶，土地过户，按摆搭顶，利息，躲边，抵押物，空展，法律，กฎหมาย利润，ไล่哈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分享。老挝非你所想，带你了解一个真实的、不一样的老挝。拜拜，下期见。